好，大家好啊，去第4條啦，咁都係死心題目嚟嘅，咁咧就2015年卷1第18條嚇 ，OK， 咁啊望下啦，呢條題目咧就 A part 佢同你講下 ，A part 佢同你講啦，就嗌你問你啦嚇，問你呢件事咧 f(x) 會唔會同 x 軸相交 ？OK， 咩叫同 x 軸相交？舉個例子亂噏啦，咁樣係咪就叫同佢相交兩點啦？嗱，呢個情況係咪撈埋之後 delta 大過0㗎？喂，如果你係唔相交嘅，係咪撈埋之後 delta 細過0？如果係相交一次，嗱點一次都係叫相交嚇，就叫 delta 細過0。哦，咁簡單啦，我哋用 delta 嚟判斷咪搞掂咯，係嘛？根據呢3個情況，哦咁好簡單啦，我哋就會判斷到代 y 等於0 ，OK， 咁即係 f(x) 等於0啦，係咪？f(x) 等0，即係話0會等於2x 二次減 4kx 加 3k 二次加5 ，OK 嘛？咁我判斷喺個 delta 咯嚇，咁呢個判別式，呢個判別式其實就係講緊 f(x) 等於0嘅情況下，即係 y 等於0啦，即係頭先嗰3幅圖 y 等於0嘅時候，佢會唔會有交點？咁呢度咪照做咯，係咪？同埋做 delta 啦。咁呢度你預計到陣間咧就會見到一個二次嘅東西啦嚇。B 二次，今次所謂嘅 B 咧就係叫負 4k，OK？B 二次減 4a， 嗱今次嘅 A 啊叫2啦，係咪嚇？C 咧今次應該依個先係叫 C 喎，小心啲喎嚇。咁啊 3k 二次加5啊，得唔得？咁啊，爆開佢啦，咁所以 delta 你爆開佢，呢個就會係16嘅 k 二次啦，就減8 3k 二次加5係嘛？咁再寫翻好佢啦 ，delta 其實呢度就係負324 ，sorry 啊，16k 先減24k 二次，得唔得？咁呢個就係減40啦，咁再寫翻靚仔，其實呢個就係負8k 二次減40啦，係嘛？得唔得？咁我點理解呢個正定負咧？好簡單嘅啫，你試下抽個負8出嚟，你睇到㗎，係嘛？咁二次加5，咁可以想象話呢個一定係正啦，一定係正數咯。OK， 咁你一個正數乘一個負數，咁所以 delta 一定係會負數細過0咯，係嘛？呢個一定正乘一個負，咁所以佢咪負數咯。咁理解。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咁講啦。咁所以咧就係不會與 x 軸相交啦。好，明唔明到？咁啊叫 A part。好 ，B 望下啦，配方法。咁又係配方法喎。OK， 咁嗌你揾呢個頂點嘅坐標。咁配方法其實上面我哋14年我哋都做過㗎啦。OK， 咁喺度咧，我哋咧就望下啦。B 啦 ，OK，B。佢嗌我就做個配方法，咪配俾佢啦嚇。f(x) 咧 ，f(x) 其實就會係2x 二次減 4kx 啦，加 3k 二次加5。咁配方法咧，我哋嘅精髓就係老作一嚿嘢啊嘛嚇，再減翻佢啊嘛。咁但係我哋配方法之前咧，記唔記得我哋嘅最重要嘅東西？我哋要係 x 二次方。前面嗰個嘢要冇嘢嘅，而家個2喺度左頭左勢咧，我哋就開唔到工嘅，咁所以咧我就抽個2出嚟先啦。咁呢個變咗 x 二次啦 ，OK， 咁呢個係減 2kx 啦，係咪呢個？咁減 2kx 咧，就淨係做到呢度啦。後邊咧呢個啫就唔好理佢，因為呢啲係無辜嘅。3k 二次加5係無辜嘅，我哋淨係處理前面呢嚿嘢，好冇？即係前面呢嚿嘢抽咁。點解做呢度要處理呢兩個啊？因為呢兩個陣間咧係會牽涉喺個遊戲入邊嘅，後邊呢個常數係唔牽涉嘅。咁咩叫牽涉咧？就你哋知噶啦。我哋確保到 x 二次前面呢個係數要係冇嘢嘅，咁我哋就可以開工咯。咁開動啦，開動做我哋配方法最關鍵嘅步驟啦。咁就係拎住呢個 x 嘅係數除2 ，OK。咁所以咧呢度我用藍色筆啦，我就加翻嚟咯。負 2k 除2嘅二次啦，再加翻負 2k 除2嘅二次，可唔可以？嗱，呢個褪過嚟啦 ，OK 冇位啊。
我想問呢兩個sorry，揀翻佢先啱呢度。我想問呢兩個嘢咧，即係藍色熒光筆呢個嘢，其實係冇嘢嚟咁嘅零嚟噶嘛，係嘛？加一個二次就揀翻自己咁樣冇。咁呢個負二 k 點嚟？呢個負二 k 係咪就係呢個 x 嘅係數 ？OK， 永遠記住我哋嘅步驟係咁樣嘅。咁當然啦，你仲有個加三 k 二次加五咧，你係未做嘅，得唔得？要放翻落嚟咁樣咯，可唔可以？咁所以嚟個黐翻落嚟。咁所以 f(x) 寫翻靚仔少少啦，就係2啦。好，我哋望真啲先。依個咁嘅筆，依個咁嘅紫色波浪依嚿嘢，其實唔係可以寫成 x 減 k 嘅二次啊？我可唔可以咁寫嘅？依個波浪邊度依個 ？OK， 減嗱，依個嘢其實冇意思噶嘛。負2同2 cancel 咗，負 k 二次其實即係 k 二次啦。都得，呢個就係嗰個配方法最關鍵嘅兩個步驟啦。你可以咁講。咁所以其實我可以寫咯，我可以寫 f(x) 其實就係2，你個2要乘入去括弧啦，2要乘入去括弧啦，所以就係 x 減 k 嘅二次啦，係咪？再減2k 二次啦，加3k 二次加5啦。後邊咁即係加 k 二次加5啦，咁我睇到個頂點啦，係嘛？我呢個係咪 exactly 就頂點式啊？頂點式我哋係咪將 x 嗰個調轉？就係我哋頂點 x 坐標，就會係 k 咯。呢個 y 坐標就係 k 二次加5啦，得唔得？咁咪搞掂咗個 B 拍噶咯。咁我拎5分都幾抵喎，月報啊！講真啊，真係幾抵啊！好，咁啊，去到真係寫心問題啦嚇。咁啊，佢講咩咧？佢話啦，喂，而家有件事咧就咁樣。佢話啦，喺同一個直角坐標上面咧嚇 ，S 同 T 咧分別就係依個會話咩啊？依個 y f(x) 嘅圖像以及 y 等於2減 f(x) 嘅圖像嘅動點 S 同 T 唔好搞錯先 ，S 咧就係喺依度嘅動點。T 咧就係依個上面嘅動點，即係識喐嘅 ，OK。喂，咁啊嚟啦，不如咁，既然咧黃色同藍色呢一度咧，其實我都知啦，黃色我知啊嘛，黃色其實咪喺呢幅度咯，係嘛？我又知埋頂點添。喂，頂點俾咗你啦，頭先你搞咁大壇嘢，係嘛？係咪就係 K 同咩啊 ？K 同 K 加 K 二次加5係咪啊 ？OK，K 同 K 二次加5。喂，仲要開口向咩啊？可以向上，咁我有冇權咁講啊？我可以知道一件咁嘅事，邊個話喺呢度咯，好唔好啊？可能咁樣仲易理解啊。咁咯。OK，右邊冇位，因為我想睇，即係我想睇題目啊。咁嗱，我 C 就喺呢度啦。OK，C。喂，咁我有冇權咁講？我話其實咧，你幅圖咧，其實大致上係咁啦。啊，呢個 X，呢個 Y 啦。其實你幅圖啊，係會係咁樣咯。你係同 X 軸冇交點噶嘛？睇 A part 講嘅 y 等於 f(x) 咧，同 x 仲冇交點噶嘛，係嘛？呢個其實係 y 等於 f(x) 嚟嘅。仲要我知道個頂點咧，就會係 k 同 k 二次加5，認唔認同？頂點。跟住呢幅圖其實係咪就係黃色熒光筆嗰幅圖嚟㗎？係咪？係咪就係呢幅圖？好，你先唔好理 S 先啦嚇，我哋先畫咗黃色同埋藍色幅圖出嚟。藍色幅圖係做咗啲咩啊？呢幅圖係做啲咩？見唔見到2減負 f(x)？其實咧，我哋可以咁理解，其實呢一幅圖係做咗啲咩咧？其實係 f(x) 原 x 軸反射，係咪會變咗做變負 f(x) 係咪啊 ？OK， 跟住咧再點啊？再加咗2啊嘛，係咪啊？再向上平移兩格咯，再平移2咯。嚟啦，我想問係咪即係黃色嚟咯？黃色沿住 x 軸反射落嚟呢一度，跟住再向上平移兩格，係咪咁？咁即係換句話講啦，
你有個藍色應該就係會騰咗上嚟上少少咯，高少少咯，應該呢個係咪咁咯？而且你呢一點，而且呢一點嘅頂點，正常嚟講，你騰咗落嚟之後咧，就應該係負啊咁樣啦嚇。我先做一個動作先，原 X 軸反射先啦。我想問原 X 軸反射係咪應該係咁樣？係咪？而且呢一點我哋可以叫 K 同負 K 二次減，係咪？因為負 F(x) 啊嘛，淨係 Y 值會負咗噶嘛。但係佢而家要再向上平移兩格，係咪將呢一點再騰兩格？所以真正嚟講應該係呢一點，係咪？呢一個先係佢真正嗰幅藍色嘅幅圖，得唔得 ？OK， 向上平移兩格，黑色虛線騰上去平移兩格。OK， 咁呢一點嘅坐標係咪應該係 K 啦，同埋負 K 二次減3啊？因為負5加2啊嘛。OK， 我寫呢度啦，就應該係負5加2啦。點唔點？咁喂，咁搞咁多嘢做咩啫？其實嚇，咁即係其實呢一個先至係個藍色啦。咁即係其實呢一幅圖我哋就叫做 y 等於2減 f(x)， 可唔可以？好，跟住你問你喎，喂，原點就叫 O 啦嚇，我知啦。佢話啦，喂 S 同埋 T 最接近，哦，咁即係換句話講啦，其實你依個就叫 S 啦，你依個就叫 T 啦，講咁多嘢係咪啊？S 同 T 最接近嘅時候咧，三角形 OST 嘅外心啊，咦咩嚟㗎？好，我想問係咪有個三角形應該係叫依個叫 OST？ 我畫咗佢下，呢個應該係垂直線嚟嘅 ，OK 係咪？呢個叫 T 啦，係咪有個咁嘅三角形叫 OST？ST 應該係圓垂線嚟嘅，得唔得？明到係咪？好，人哋問你啦，個外心咧係咪喺個 X 軸上面？喂，咁大件事，咁咩叫外心先？又要睇翻自己咯，得唔得？咁外心係非常之常見嘅，係嘛？咁我哋咧外心就係垂直平分線嘅交點啊。咁就係垂直平分線交點 ，OK。咁即係換句話講，如果你而家有個咁嘅三角形，你要揾佢嘅垂心嘅話，嗱，依個已經係圓垂線啦，係咪要垂直平分線？咦，喂，你諗下，依個三角形咧，畫好啲先。依個三角形咧，其實依一格咧，某程度上我知佢幾多嘅，係嘛？如果我將佢褪上一條線，有一條線叫做 y 等於1嚟咯喎。OK， 咁其實佢係咪應該係會平分咗㗎？因為你呢一個叫做你呢一點啊，藍色呢一點 T 啊，負 K 二次減3啊，呢度咧我化減埋啦，呢個減3嚟㗎嘛，得唔得？咁即係 total，你諗下啦 ，S 咧就距離 X 軸上面就 K 二次加5嘅，呢一個就係負 K 二次減3，咁即係話我畫出嚟呢度啦。我再畫喺呢度畫大少少嚟睇啦，好唔好？可能嗰幅圖難睇啊，畫大啲幅圖俾大家同我仔易啲睇。即係話而家有幅圖咧，有個人就係咁樣嘅。呢一點咧，呢一點啊就叫 S 啦，係咪？咁佢咧就係叫做 K 同埋 K 二次加5嘅。K 二次加5係咪即係依個距離就叫 K 二次加5？而家一個叫 O 喎，係咪個咁嘅人？跟住咧，佢有個一個咧就叫 T 啊嘛。OK 咁樣，咁一點叫 T 啊嘛 ，T 就叫 K， 跟住 K 負 K 二次減3啊嘛。咁我想問下你啦，依兩個距離啊，畫過啲先。咁依兩個距離咧，其實呢個 total 啊，我想問呢個 total 其實係咪8格嚟㗎？可以咁理解係咪？得唔得？呢個係 K 二次加5啊嘛，騰上5格啊嘛，
呢個係負 K 二次減3，所以呢度其實咪就係你可以當3格啦咁啊，咁所以呢度係4格啦，係咪啊？你可以咁諗咯。OK， 咁點解呢個8點嚟嘅咧？如果真係想知8點嚟，咁我哋上減下咯，係咪？上減下咯 ，K 二次加5減翻負 K 二次，係咯，即係減3咯。咁呢 K 次其實好無視佢噶嘛，呢度係咪？咁啊2 K 二次，咁其實加8咯。咁所以其實我哋知道呢一度其實你可以當佢係4格咁樣去諗，即係8格咁樣諗。咁即係換句話講，我可唔可以？因為咧，我而家目的都唔係真正要知佢係幾高啊？呢度幾高啊？究竟我要知咧佢邊條線會將佢平分啊嘛 ？OK， 當然啦，你 K 其實如果好大嘅話咧，你 K 其實如果好大嘅話，你呢度可能好闊嘅，可能唔係4格。但係其實咧，你諗我就當佢係4格啦，我就當佢係4格平分4格。咁呢個綠色線係咩？呢個綠色線係咪就係 y 等於1 ？OK，y 等於1咧，啱啱好將佢平分咧。係將你呢兩個坐標嘅平分，因為點解啊？望翻題目先，佢問你啲咩咧嚇？sorry， 人哋問你喎，呢個外心會唔會喺 X 軸上面啊嘛？咦，喂，你望下我頭先我哋畫呢幅圖，外心係垂直平分線啊嘛，係咪啊？而家我要考慮嘅三角形係咪呢個三角形？係咪？呢個三角形呢個三角形其中一條垂直平分線咪就係 y 等於1咯。係咪啊 ？OK， 無論你嘅 K 係幾大啦，無論你 K 係幾大啦，係咪？咦，係，無論你 K 幾大啊嘛，你呢一度都永遠都應該要有一條 y 等於1嘅平分線咧嘅水平線咧，將佢劏開噶嘛，咁先垂直平分線嚟噶嘛。OK， 咁所以啦喺呢度啦，你嘅外心咧，應該就會係喺呢條線上面嘅是但一點。OK， 即係舉個例子，有可能係咁樣啦，係咪？同埋咁樣咯。呢個就係你個外心啦，得唔得？咁垂直平分線。咁所以咧就應該喺 y 等於1上面，就唔係喺嗰個 X 軸上面咯，咁樣咁當然啦，你要解釋嘅，即係你要點講咧嚇？喺呢度，咁你要寫個啦。咁啊寫啦，三角形咧 OST 嘅外心咧就應在 y 等於1的水平線上。OK， 應該喺條線上面嘅。OK， 因為咩啊？因為 y 等於1將 ST 平分啊嘛，係咪 ？OK， 咁同埋當然啦，我知道 ST 其實係一個垂直線嚟噶啦，呢個即係圓垂線嚟噶啦，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話呢個宣稱咧。係不正確啦。咁呢個係 C part 嘅東西嚟嘅。OK，就係咁啊，呢條。